来自全台多达50位学有专精的产官学界代表齐聚一堂，参与中嘉集团举办的中嘉学院第1届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针对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特别是目前引发热论的生成式 AI 兴起，颠覆传统媒体的发展，进行专业的对话，也是创媒体之先，针对新媒体的未来进行探讨。今天这么一个这个新媒体的高峰论坛，应该会有各种不同的学者、官方。或者是业者的身上会产生更多的对话出来。这个论坛恐怕是近年来有关这个议题最盛大的一次了哈。我事实上很高兴看到，就是几乎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研究，而且就是说有想法、有做法的人，都能够聚集在这里来讨论这个对台湾的整个媒体环境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来参加，来共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资讯容易产制的时代，生成式 AI 让内容和影音的产制更加容易，不过也带来许多未曾出现的伦理问题。中嘉集团一共要用2天的时间，举办2场口头论文发表与1场论坛，透过讨论深入探讨每一项传播科技发明带来的挑战与因应对策。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是资讯的生产者，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资讯生产者该有的责任？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是蛮期待，我想不管是中嘉或者是我们有更多的媒体，都可以一起加入去改善媒体素养的环境。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聚焦于 AI 还有 AIGC， 也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它对于影音产制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挑战。那当然包含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我们除了用在一些教学跟教案之外，其实也一直都在留心学生他的作业到底是自己的原创，还是都透过 AIGC 来产制。那这当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适当的结合方式，然后让它仍然能够以人为主体，这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难得的是，不只是学界彼此交流，这一次更透过业界的参与，还有官方的加入，3方交流彼此碰撞，期待能够借此激发出不同的火花。就是学界跟业界应该有多一些交流，虽然很多的思考方向或是未来的想象不太一样，但是交流会让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也可以彼此学习。感觉上呢，这次的讨论面向会很多元，而且呢，应该也会蛮深入，也都是很专家级的这个讨论，这样，所以会很期待说今天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也会希望说也对我们就是系统业者未来朝向 AI 的应用这方面应该也可以有一些启发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次的论坛，我个人也带了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够在论坛当中学到很多产官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见解。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中嘉集团也面临挑战。同时，为了善尽社会责任，更率先发起针对媒体演变的高峰论坛，帮忙找出当代数位公民的必备媒体识读能力。AI 呢，不但是个科技，然后它也会造成使用方式的改变，一定以后会对我们怎么吸收讯息，怎么分享讯息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听听这些学者们在学校里面他们怎么面临这些挑战，然后我们对业界的体会。那我们中嘉也在致力譬如说我们在 Smart Home 我们提供资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工具，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资讯安全能够配合得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论坛讨论，也让不少到场的教授都感到相当兴奋，让彼此都有学习讨论的空间。我想中嘉这次很难得办的这次论坛应该也是就是说在这个推广媒体识读上面聚集了这么多业界的跟学界的一些人士那我想也很感谢中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最难得的一点是在台湾各大学讲授媒体素养，然后探索 AI 科技的一些老师都齐聚一堂。那我们平常是非常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AI 的时代呢，所有讯息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今天中嘉呢，就为了这个 AI 的，还有新闻以及现在的所有的资讯素养，办了一个新时代的高峰论坛，相信是非常有收获，而且有非常好的交流。中嘉加油！
中嘉集团期盼以媒体的力量整合各方资源，抛砖引玉，将媒体素养的精神向下扎根，实践媒体集团的社会责任，建构一个健全的媒体素养环境，为民主政治与公民素养立下根基。记者综合报道。